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嘅節目嗬，當有通知，大家好看戲麼？好看咧，有眼嘅戲麼？當電影項目落係舞台戲啦，也係講有電影項目強嘅童話故事。今日邀請到節目當中嗬，咧兩屆大來賓嗬都係非常強。你先來介紹佢哋。首先嚟分享大戲團嘅團長，你咪做得很嘅金鐘演員，韓國帶來當到本校嘅校長來分享阿宗發哥。Hello， 鄉親朋友大家好，很久冇看到我係阿宗發，大家身體康健哈。哇，安尼非常嘅親切哈。接下來分享下邊呢係大戲團底度第一把交椅，今日係舞台戲嘅傳人咯。嘅李奕賢，賢賢哥哥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賢賢哥哥。各位朋友啊，係咪知道也大戲團係冇？我記得我有看過佢哋表演很多幸運草啊，聽起來就當幸運嘅名嘅啊。安尼校長、團長，本來你係幸運草嘅人講，也終身嘅職工，也係你咪變做大戲團嘅團長。係啊。也係我看兩個人嘅合作係你強樣，係唔係改名嘅？名嘅都冇改呢。嘅幸運草嘅人啊，講嘅菜市場嘅名嘅。係嘛？唔過係做西戲天天啦。哎呦，幸運草，唔過大家係想，講到幸運草，大家就當好看佢哋做嘅戲，尤其嗬，成日看到佢哋嗬，全部都當愛佢哋呢。也當然要累積青島當好嘅成績啦。唔過係想要把特別改做大戲團，也嘅名係嗱幸運草卡同期卡定影下，都冇相同哦。係啊，家講嘅較市場嘅名嘅意味講，就特別去評審委員嗰邊審獎案嚟嘅，大概個詞講，幸運草讓搶做的做個小戲天天小戲，好，個大戲團了，就詞到講，人本來做要做大戲條嘅咪，嘛壓茶壓酒咪，主要嘛。然後我說我就海納百川，就像那個四點用下，大中有容乃得去嘛，係嘛？氣質身在會同行，就像樣意思啦。哦，我就做得雲文雲武。一古一今要做的，或者做像個音樂劇我哋要做，過來像一個大型的舞台劇或者像電影劇本啊，這準備要跑天涯要做的，所以講不論任何劇種，我都是做得來勝任愉快。哇！我做得怪大氣的，掌聲鼓勵一下。謝謝。講起來啊，阿宗發哥好講起來就。一方面等此時咩同大家再次推薦你的，當有信心，嗰個你的正經做得做青島嘅東西。等人家講到，可能有人以為講啊，幸運草就專門做小朋友嘅，佢表示講你哋做到青好，用你哋嘅品牌出來。大家會想象。係啊，真嘅，唔過也好好改做大戲團，我相信有冇強用嘅路外行哦。好，開始有新嘅規劃係嘛？有啲時代較多啲嘅，因為還有做。比如講，我就改故事嘅題材了的，還會請嘅《伊索寓言》了的，或者希臘神話。希望那個人工嘅戲，唔單止係人工嘅做戲點點，看佢嘅觸角係做得現代。本代藝術就是按話不斷去引去碰觸，去變去挖，看做啲撞擊出讓佢火花出來，創造各種可能。係啊，家下你一開場講一個 slogan 嗬，大家看一下嗬，所以海報啦嗬，也寫嘅詩有當場按轉到 vocamo， 嗰一個詩完全係阿宗發哥佢自家寫一首好詩哦嗬。今日請到呀賢賢哥哥嗬，也老按宗發校長嗬，同我合作嘅講法嗬，當奇妙嗬，跟住一下來轉變。對你來講，你嘅角色有變嗎？你自己擔任的角色有什麼變化嗎？角色基本上一樣，就是一樣是超偶師的部分。對，那只是後面這幾年就是跟校長，我們叫他校長，就是會配合起來的默契，會跟之前比起來會更有那個默契嘛。你要讚美我，趕快講。對，就是真的就是因為校長幫助很多。不要客氣。對，我不會客氣。對，真的是。教我很多，所以這幾年後面配合，不管是默契或者是對戲的一些理解，真的是有很大的進步。這樣哦，所以呢，你咩得教學生呢？
我刚刚可以讲法同我第一摆看到佢侦查青岛，有啊，佢也變到清感講誒。嘿啊，以前就安尼較避暑，啊，較優秀啦，嘿，因為佢以前就出佢嘅書啊，哦，角色啊，變做角色聽聽。可是今天賢賢哥哥來到節目當中，佢較多展現自家嘅部分。哇，啲觀眾朋友有發現到，有發覺到嘛？哦，知道以前冇同樣嘅。嗰時候來學也抄哦，咩咩進步哦，係嘛？我應該應陣咁樣講，歲月啦。應該係聽到錯嘅形象，聽到唔係嘛？冇人嚟講啦，阿弟當當年教，因為本大家帶就當好嘅，技術又帶到猜當猜，嗰個項目係當夾，起點嘛很好嘅，唔很好樣嘅教，因為打到時期咪唔係，因為一點就通，一點六通哦，沒一通，家裡沒有通就找你哦，沒有啊，沒有很會通啊。係咁樣實真嘅同惺惺相惜嘅。當然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咩係愛同大家分享嚇，最緊要以內列嘅順序演出，用太戲團同大家見面嚇。當然大家一聽講過，按現場擺到按燈音響啊，按當人工嘅啊，係咪去做演出？當然就係了嚇。先同大家來介紹一個人物，我知道一個人物嚇，同賢賢哥哥上到一槍，按到阿喜。唐一個名呢，就知道當等一下阿喜，阿喜哈，可能賢賢哥哥係阿喜，同大家介紹一下，按到阿喜少一條筋哦，少根筋哦，少條筋。講你少一根筋，好像是講你青綠線嘅感覺係嗎？神經很大條嘛，就是小咗物嘅反應較慢啊，冇種樣啦，係啊，較遲鈍掉嘅。係啊，我天生雖然講魯鈍，資質魯鈍，但係呢個本性係呢同善良嘅，伊唔會去做壞，使個壞心皮，去害人佢唔會。一啲劇本嘅角色設定係團長嚟設定嘅。唔係，也有個老人講嘅，伊喺海龍王入來，海龍王入來，海龍王的兒子發生什麼事情？他的敖丙金被那個，他本來是定海神針，對，其實這個東西給人拿走了嘛，從哪吒太子還是被那個孫悟空也拿走了，哪吒太子也拿走了，全部被拿走，拿走寫一條經。嗰個故事係上到嘅有一個作案嘅羅阿伯，阿王伯佢人家都有寫而自寫了也有效，佢唯獨膝下有虛啊，哦七路八路行到醫生有個作案嘅，像老海龍王講啊，我係有個寫嘢嘅，然後天書唔知有幾好嘅海龍王談到，就半夜咧來被數養。因為故事由來啦，當然還有啲故事還有一個背景嘅嘛 ，background 嘅都，所以我當時看個紀錄片，阿美莊嗰邊嘅亞馬遜嚟嘅，不過大家伊就漁村作嘅，啊，大家大夫作但是伊作6點鐘，規家人做得食飽咧，但係突然間伊就2年1年去買嘅毛達，一下伊實幾多年做毛半點鐘就轉來。但係佢個動作啊，轉咧算咧，漁獲量去揾佢推快。啊，其他人幾生人做下去，半點鐘做人家就要做6點鐘，後邊都做8點鐘、9點鐘都做得。要用手法較嚴調嘅啊。上陣咩即係去買個毛達，一做下去印作，做印作印銷，印作印洗米，印作印洗米就印貴，竭澤而漁。這故事嘅發展都係亞馬遜很多。也就係獻菜，獻喺生態，真嘅呢。有樣好。係你哋喺演出嘅時節，咁有聲音又提出青島嘅問題。叫做可能是，老了就用動態體球嘅問題、生態問題，變到起地度，然後輕準得嚟嘛，可以化為無形。係啊，冇人講句嘅唔好看人啊，聲音話我是冰淇淋，不好看，係嘛有樣嘛。哦，嗰個其實有當到教育嘅意義，變啲戲劇地度。係啊。哦，嗰一個阿是，我聽講嘅做家講嘅可能資質較魯鈍，也係講佢可能就下落線到嘅。不過其實一個角色哈，賢賢哥哥佢自家的演藝世界，心境有不同的轉變。好，本來杜開始，你剛剛覺得好像他是有一點憨厚，有點傻傻的感覺。後來你會本佢變到一位很善良的人，為乜解呢？對，就是一開始少根筋，那個時候會覺得說，就是可能真的是反應比較慢。那可是後面隨着，就像跟校長他們去一些像老人院啊，或是一些教養院，那後面會發現說，
其实他们是很善良，他们是很直接的情感表达。对，所以后面在演阿喜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就有一点去观察这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孩子，他们的一些生活上或者他们心理层面的一些想法这样子。对，那后面会觉得说，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我们来讲，他们会更付出第一个真心，然后第二个看戏感情会很容易的放进去这样子。对，那后面会觉得说，会不会其实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人，反而是我们平常的，因为有一些可能像公司上班或者是一些就是会工作啦，对，会把戴着面具，对，反而会被我们其实才是有缺陷的人。你想要骗了几多钱？你想要骗我多少钱？没有。古说他阿贤哥哥安尼讲，其实一感同哈，因为你对做戏的时间，你觉得我们好像演给别人看，我们为别人演，不过点到真的安有动态嘅收获。我真惊讶被看到贤贤哥哥有青岛嘅神种呢。记得妈妈讲的话是敏感的。他观察入微，因为唐毅讲的是懂感通啊，表示你每一场的演出，你去有感受，然后也有感受，变到心感度，化为你演出的动力，去感动更多的人。懂赞呢，耶！等一下，俺倒轉來吼，我繼續來談阿中華哥人嘅團組，韓國賢賢哥哥吼，同大家分享，記得做哪地位演出有冇共用嘅故事哦。談過等一下有人吼，拿定吉他自彈自唱呢，請大家先聊一下，繼續轉到俺福氣來了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有彈到嗎？冇改上，吉他係上，準備好來彈歌曲嗎？你細細來彈了。河邊都細水的，慢來走起輕聲氣，跳上跌落整條皮，空肚內風也無影的。強強離離，秋來秋去，愛係細水的。強強離離，秋來秋去，愛係細水的。秋到大海去，thanh聲瓊下高水小咪。好聽哦！阿姨啊，你家暑假作業有做填嗎？有暑假作業哦。有，我忘記了。忘記寫沒關係，給他念謠前的複習一道，填我考的。哦，聽聽還念嗎？什麼？客家話的繞口令來，講熱係熱，熱熱，寒係熱，講幾多？你說什麼？我聽不懂。唔怕，講慢一點啊。好，唔怕哈，還有耐心對不對？聽說學客家就有耐心，來，講熱係熱，熱，寒係熱，來。講熱係熱，你熱。寒黑夜，嘿那安話我會沒有去讀書啊？對哦，我要上學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，走哪裡？走這邊。別騙了，別騙。好累哦。對哦，我忘記吃早餐了。哎呦，肚子好餓哦。有水蜜桃感覺好好吃哦，感覺好像很甜做不得事去阿婆種
阿婆种的，不能吃。种的是种的。可是我好饿哦。那我借吃一口就好了。我吃一口再把它挂回去。种的不要吃。我吃一口就把它挂回去了。那我吃一口。冬甜哎，好甜啊！那一条什么呢？哎，你妈爱水蜜桃，还一年当中一条冰冰呢。妈爱，好，你做嘛，我们是有数字，谁的字？以上请消音。我要报警出来，我要报警啊！啊，莫丢啊！我报警出来，我要报警出来。好啦，阿婆，你莫落去计较阿迄都市摇嘞啦。其他莫讲其他讲啦，其他无按钱啦，办钱用的啦，原谅佢啦。哦，算了啦，我冇报警的啦，卖嘢生意啦，阿喜的，真嘅。哇，中山鼓励，哎呦，都精彩呢！家下吼，唔知大家看呢吼，係唔係同入戲啊？同上一啲講撒下了啊，去到底會發生乜嘅事情？阿婆有攞去計較嘛吼？我哋家下同種嘅小朋友吼，看戲嘅時節，係咪同入戲？啊去都市童謠，咩唔睇你嘅都市謠，要講做唔得挑戰人嘅水果，係冇？呢種小朋友小朋友看嚟，但是有正義感，覺得冇看見細細，覺得啲是非太大是大非啲呢。可能講種唔得嘅阿婆種嘅，佢尤其個水蜜桃啊，啲用殺嘅啊，一年讓種一粒，生一粒平啲。佢早佢就冇啦。係啊，佢不負得佢都冇嘅，把負得物以稀為貴。係啊，我家下啲看戲劇嘅時間，我就知道個同小朋友安尼互動哦吼，當初大家細個喺講講法。佢就講呢啲啊戲劇嘅，就當初安尼互動式的那個對話，安尼你哋嘅台詞係咪會停定安尼嘅現場氣氛來改變？沒有，觀影者也是戲劇的一部分，也我們演出的一部分。觀影者就是大家變成一體的，共同共感，共下去經歷同樣的事情，這個世界。安尼我哋咪從喺戲劇當中嘅語言，我們也是其中的這個變數，錯嗎？變成小我變成一個大我的地圖，所以跟着時間、空間那樣，他經歷過一個特殊的經驗。安尼同神奇呢？人家看，人家都搞演戲，哇！睇人寫字出動歡喜，欣賞你搞到電台，聲音得曬人都笑眯眯。當唱個下兒嘅啊音樂地圖嗬，睇人嘅聲音唱下教水，唱下潮水，就係睇人寫字唱下來，睇下就笑眯眯，係咪啊？呢？係啊。既然自家寫一個，自家寫。唔做乜按強咯，搭擺來就發表唔下嘅創作係嘛？市面上寫得多，因為永遠一個月寫了六七條，咪做得當賺錢。一出去 video 戲劇量身定做嘅咩？係，你有感覺嘛？你自家寫嘅故事呀，佢對我來講，在我來講，特顯那個人工嘅啲，但是都有佢生命力，他們是活的，係，佢哋咩？我起點不會動，他們都是有生命。係，因為看戲嘅時間，你要真情流露咩？國家下嚟看，一方面教總你要做唱歌嘅嘢好，也講平常時你要做音效咩好。佢先先哥哥要做阿喜，可能要做阿婆，因為紮頭誒，因為嘛嘅，你一人分飾多角哈，你怎麼去平衡？用我去平衡你的角色地度那個性格啦，講話的態度啦，用來表現。會不會插線？會插線嗎？一開始在練習的時候，其實很容易會抓不到這個角色應該要有什麼情緒。那這個時候就問校長，對，因為校長他比較有經驗，他會跟我們講，這個時候應該他的情緒、他的思維應該是怎麼樣，然後應該要以怎麼樣的語氣跟聲線去做一個表現，這樣子。那像在比較傳統的布袋戲，它其實早期的布袋戲，它就是一個人要分所有角色的口白。對，那當然這個我還在學習當中，就是慢慢的透過練習，就是私底下可能在搭車或者是在家裡的時候，兩隻手舉起來就開始對話，這個對話嘞。對，就是慢慢的去練習這樣子。
故说安尼真神奇呢。应该讲做些点呢，因为你是搭公车搭捷运，那个旁边会他可能看，故说其实做在金铺暗斗咩？那很投入，都去个给表演地图啊哈。哦，嗰安尼吼，去到按道嘅學教同生意嘅分享吼，家人看到也係阿西少根筋，吼同阿婆之間吼有同到嘅互動，嘅見面吼咩帶來人去亮出嘅戲劇，做真神奇呢。好，首先我看到有鬼嘅，也有兔嘅，誒，也做龜兔賽跑嘅故事係嘛？係啊，叫做嘅伊索寓言，你睇嘛？誒，呢個故事發祥嘅林語堂嘅故事館，係嘛？林語堂嘅。他們這個館長喺外頭做了出戲。哦，你本要出戲係誰才真的讚？萬人真人讚。萬人係懂讚嘅呢？係用嘅故事。那故事底度講，啊，就嚟編到玉兔都會田蛋狗的搗藥嘛，哈，嗰度就給人間兩個果實，都愛的果實嘛，一粒係健康，好，一粒空間的果實水果，嗰度係一粒果子的嘛，智慧，智慧，嘿，叫做智慧。佢兔年間有一年，本來兩村的和睦共處嘅，快快莊跟慢慢村，本來和睦共處，兔年間多出一粒T3粒嘛個財富果實。哦，為到一粒T3粒咪，用嚟很用格式。上張比賽嘛？冇講冇實上張比賽，嗰個嚴格。哦，佢北港都出來講主持。哦，人家慢以前鐵人三項啦，球水啦，或者跳遠啦。啊，又會比賽，慢人贏咧，就做得得到。T3粒果子。哎呀，安尼睇下上去啲都係慢人贏咧，當然就去開戲了，係冇？佢然後一個我看也係有牛魔王。有鐵扇公主，也就係用《西遊記》嘅故事來發想係嘛？係啊係啊，哦，一個較傳統嘅民工嘅咪。誒，唔講係說地圖嘅內容一定有啲嘅變化，張文睇家知道講啊，挺神奇，有一個顛覆大家有創新嘅部分哈。一般人來講看《西遊記》，但是我都講玄奘法師佢三人是那個當中嘅徒兒了的徒子徒孫，天天去冒險。啊，共同講，佢哋詮釋嘅，佢哋作者在創作嘅，要真係經典。共同講，將玄奘法師一三年其實寫嘅係人心係嘛？人心。等下吼，我上節目多轉來吼，同大家行下到位來分享。個有機會呢，我咩動向愛來抄我吃看啊！也想大家先聊一下，繼續轉到 M4 起來咧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嚟，基本呢個節目繞場到啊，中華團長韓國顯顯哥哥來到節目當中嗬，來到第三台節目，我想請教兩位，你會愛問呢個目前安到嘅角色咧，其中一部分添咯，乜嘅角色最搶唔接㗎？一講最搶最早的表態唔接㗎？阿團長，我先講，我知道都會下劇本嘅。覺得是一生且多生啊，一生變多生嘅，大家都會愛咩？有愛相信哦。你看，像係，但是愛唔會插線啊。給你喏，你知喏，你呢？覺得哪一個最像你？目前的話還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像我個性的一個角色。對，不過其中有我很喜歡演的角色。對，他是哪一個角色？他是其實在傳統戲裡面有個橋段叫打藤牌，就是兩個武術的一個對打。那因為它可以融入跟小朋友很多的互動，那常常有時候跟小朋友玩到忘記時間，後面表演的時間不夠了，然後我們就要現場趕快即興的把後面趕快補回來，這樣子。哦，故事剛剛講打藤牌，就是兩尊的偶，然後在那邊比劃。對，它就是一個武術的一個很傳統的一個橋段。哇！所以你對傳統的東西是很着迷的。對，因為從小就是出生在傳統布袋戲的家族裡面。對，那我又很喜歡跟小朋友玩，所以變成說這一段的話會，就是每次演這一段跟小朋友玩會很開心。哦，安尼總話個佢動畫即興表演啦，哈。比佢量身定做一出戲。而且個做得啦，因為
人家讲做戏了的吼，不管迄扑戏、扑天也、扑天使嘛，该做戏，但是当辛苦。但是你真正爱去，你就没做功夫。尤其你看到声音的说话像天使一样 ，angel 跟主爱死，很萌的那种 incarnate 啊，多么渴望你给他什么。然后就请大白老嘅主持人、老观众朋友讲一下，讲，你说话的童年只有一次，像你多点点，此生只有一回。但係佢用叫做記得，寫時劇皮咧，佢肯定教出去看戲、看表演、聽音樂會，佢都太係咪真係咁樣當人，去人哋，攞家叫佢皮咧。好，我記得咧，感謝你講嘅一條花。按你講來吼，我想到一下見得做種子培育計劃，就係希望從細嘅時節培養佢哋看戲、欣賞藝術，韓國迄種做嚟分享佢哋強下來做戲，安尼係冇？係啊，就算佢太嘅變到各行各業嘅人，教師嘅了的，冇做了行做戲了的，但係佢係會變到一個很好的藝術欣賞者，這是人文素養。哇！我看到當到嘅相片哦，你哋去表演嘅時節，同細嘅要當近距離嘅接觸，本身嘅做嚟感受一下，原來這個偶是這樣動，韓國係挖圈佢，做嚟看得到當到嘅細節。真見佢哋親身要來做哦，吼！佢安尼一下出題，本大家了解，每一出戲佢可能有教育嘅意義咩好，要當神奇、當小可嘅咩好，一個看戲就看到自家嘅嘅心咩好吼。第一度係要當重要去講，你都要教客家話係冇？有樣哦，文化嘅傳承啊！教客家是要用想嘅呢，用怪。哦，係哦。因為客家都係現實嘅生活裡頭，共同講用冇乜個懂。我創造嘅親近文具，嗰種係想起來就講幾句嘅，嗰個做戲地度呢，也留個加下教嘅，比如講人家是包嘛，按做，嚇我是乜嘅，巴拉巴拉巴拉是做事呀，全部變到戲地度，變到叫做一個 repeat。要做懂字眼啊！字眼變做。今日哈節目當中沒有準備哈，有一團就唔得去表演時間，同細年互動，搞幾條講客家話嘅樣片，做哋來看一下呀樣片哈。大家見看嘅時間咪感覺講，當神奇，你看開始搞了，細年就會講下講。細年就係天真嘅。當好 Q 呢講，食豬食鴨佢都聽講，食豬食鴨。好記咯。按子聲，下大落來，按子聲，下大。你教小朋友等於成就感嘅嘛？我又講，節目結束了後，佢哋係咪講？係你前期望講，我哋離開家庭，家庭都生活地都用得到啊！今日有好多客家話是一種很奇妙玄妙的語言，因為好多的一種語言，很好講。但是當然講真呢，家老主持人也有講到，你睇有講過，多一種唔係我講客話嘅，當到鼻腔音咧就當特殊嘅發音，唔見我學拉丁語，唔學日本話，係講呢句話，看上哈密達咧就薩瓦迪卡，你講咧全部唔會大聲，因為唔會咬到心嘛。哎呦，客家人按厲害呢！厲害，很多特殊音。因為俺嘅語言吼發音吼，青島冇好發音嘅，迄講也客家話講到當好，唔正經就係一個國際語言通咧。嗰啲當到演員，線上嘅演員來學客話，當到拿到金鐘獎，係嘛？哎呦，係呢，真嘅呢，係呢，有冇偏向錢？哦，也客吼真經動用心嘅，所以家對開頭談過來，我就啲講啊團長啊吼，這麼按堅持，我知道你就要有按那個同心，韓國你其實有一個理念動向愛同大家分享，係冇？我希望講，你唔好開玩笑，唔好講那個呀，講正經嘅嗬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希望台灣做的一個偶戲學校，就專門教員工嘅偶戲的藝術學校啊。因為愛學嘅係當多，有時呢套去培養新人嘅，學了後將佢發掘了就叫做藝術嘅偶戲學校，2年3年出來4年，回饋給社會的力量很大，動態，而且是免費的。我希望講給他學校呢。窮苦嘅生意呢，做嚟幫學校照顧，學到嘅藝術，他係將來做先生反饋給學校。但有錢人咩做嚟偷啊，學費較貴啲嘅冇相關，大家互相 share， 因為這是一個很美好當講嘅世界。人的世界比較，應該個劇作叫講，現實的世界有時候比那個虛構來的殘酷。
来的疯狂，可是这个世界可以带给的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哇！那一个人有美好的回忆，他表示心里满满的嘛，心里都也唔会去事件事杂事哦，相空丢顺，好，欢迎。安尼痛甜的。对呀。我听团长安尼讲吼，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你哋一下在做的，就是你讲戏事较困难，唔讲你哋一下做的就是开头嘅路。开创嘅路，唔到出开创嘅善变啊！哦，出第一天大家共下来，甘肃安尼青岛嘅焚烧咩好，青岛嘅教育意义咩好，重点就讲做得落到生意嘅成法，落到生意成法，就落到家庭嘅成法地度咧。对啦，维多利亚嘅，我当先烈，你后烈，真的吗？你们是好伙伴，俺们同幸福哈，做得同安尼太戏团，共下来甘肃安尼，偶是要当到奇妙嘅世界，每伴大家来感受一下。当然，我邀請大家同全起嚟嘅來看，就是有呢啲嘅發通，我邀請大家共下來哦，同大家介紹一下。謝謝你講。哦，阿喜，哇，介紹哦。那校长，你旁边一点，你挡住我了。谢谢。我看不太到，我走过去一点。哦，阿喜同 M 的介绍哦。小朋友大家好。我们10月27号礼拜日在我们的台湾客家文化馆，早上10点半有我们的谁才真正赞，然后下午有我们的借我扇子量一量哦。然后呢，我们11月份会在花东巡回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，可以上我们的脸书大气团查看。谢谢大家。哇，掌声鼓励，介绍都同好哦。安子生，阿喜，欢迎大家共下来吼。我相信啲俩树洞人民吼，伴大家慢慢嘅感通哦。今日再次感謝團長中發哥，感謝賢賢哥哥，感謝阿喜，謝謝。咩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同俺共下來感受太戲團記得嘅用心哦。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